后来继续来看高雄的南马溪一间自助餐，为着要来省成本，拢用花头油、花顶油来炒菜。市政府已经下令来改善，像这种的花顶油，若是食伤多，是真会着大肠癌、甲肝癌等等消化道的病症。要安怎看出这个油是毋是花顶油呢？会当来看这个油的色水是毋是真深真落？过来在钱的时阵，是毋是会补真侪泡？是毋是会来称油烟，甲这个壁拢来卡油？也阁有这个姊妹是毋是有油爱味？这拢是关键。打制好金色鸡排，看起来足爱食，但是业者有可能为着省钱，油用足一摆，常常食这款的物件，身体可能会堪受袂了。油脂如果重复油炸的话，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或是癌症的风险。油脂的物件对身体无好，但是就是爱食变怎？该提醒一下，去店面买的时阵，你会当看伊的油顶。如果是呈现比较深色、黑色、粘稠，或是有很多泡沫的话，那就代表这个油应该是重复炸过的回锅油。除了看油顶，如果店面内底烟蓬蓬，嘛代表油片已经氧化变质。假使讲你是叫物件到嘴来食，这时阵会当提起来片看卖咧。假使讲臭油爱味真重，上好是莫食。学者提醒讲，油煎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化学的反应，互油片变质。其实咱会当伫处理，家己动手。选迄种超过200度才会称烟的油品，亲像讲菜籽仔油、土豆油、精炼过草橄榄油，比较起来较安心。但是嘛是甲你提醒一下，啥物物件拢共款，着时让旁食，这是原则。